你唔好講得係嘅，有啲嘢都想問一問你，即係話咧點解我啱時咧就各位乘客，歡迎乘搭龍運巴士 T43線，本班車將由粉嶺聯和墟開往機場客運大樓，中途將有廣播，提示各位乘客落車，祝各位旅途愉快。Dear passengers, on behalf of Northern Bus Company,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on board our route number 843 to Airport Passenger Terminal Building. Further announcements will be made as we approach various regional bus stops. It is our pleasure to have you on board and we wish you a pleasant journey. 各位乘客，欢迎乘坐龙运巴士 A43线。本班车将由粉岭联合区开往机场客运大楼。车内将有广播提示各位乘客下车。祝各位旅途愉快。下一站係樂和街。咁7點就可以嘅。你星期五 The 晚嘅。 next stop is Lookwood Street. 下一站是樂和街。請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請緊握扶手。
工咁樣，我都搞開都麻煩多一次㗎啦。係咯，啊，唔係你我就傾下先啦，唔好一埋嚟度整個嘈打咁你呢下一站係傾下，長華區。即係點講啊？你睇下普及下嗰啲 The next stop is 嘅經先啦，講下民宿嗰啲，你估都下一站是祥華村。買到多啊，有請感恩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請緊握扶手。好早期嘅話咧，講緊都骨氣喎，跟住其實唔要添啊！如果自動咩啊，威威落嚟啊，係有個嘅啲私家同我哋私家佢係傾聲，佢好猛震㗎，我都嚟唔係咯，誒唔要我下一站係粉嶺新山。The next stop is Sunbeam Center. 下一站是粉嶺天。請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請緊握扶手。下一站係黃坑。The next stop is Hometown. 下一站是黃坑。請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阿肥仔話，請緊握扶手。咪呢份咩？呢份呢個黐撚線啊！佢話唔知邊人出嚟，邊有咁多皮，邊有咁多，個一份都死得啦！幾份邊有咁多唔多泥質啊？咁樣，我話唔係嘛，我哋唔清楚。
请紧握扶手。下一站係鳳形仙館。The next stop is 鳳形仙館。下一站是蓬瀛天館。請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請緊握扶手。
Street. The next stop is Glen Garden. 下一站是华汇园。请感恩指头。Please hold the hundred. 请紧握扶手。
track. The next stop is Shanshui Bus Interchange, Shanshui Bus Terminal. 下一站是上水转车站，上水总站。各位乘客，請將行李放置於行李架上。Dear passengers, please put your luggage on the luggage rack. 各位乘客，請把行李放置於行李架上。請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請緊握扶手。下一站係庫本部村。The next stop is Sokunpo Village. 下一站是扫管埔村。各位乘客，請將行李放置於行李架上。Dear passengers, please put your luggage on the luggage rack. 各位乘客，請把行李放置於行李架上。請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请紧握扶手。
Bus interchange. 下一站是大榄隧道转车站。请感应斧头。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请紧握扶手。
这应该我了掉，我无买，我有买包治王，甲8间号。我已经行，我咧遮咧记录咧车顶我。我有买咱包治王8间号，我有买6项。第一站係機場一號客運大樓，喺離開車廂前，請緊記攜帶所有私人財物及行李。The next stop is Airport Terminal 1. Please remember to take all your luggage and carry-on belongings. 下一站是機場8間號啊，反正用8間號啊。請攜帶所有個人財物及行李。往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嘅乘客，請繼續前往車站。商量一下，看看怎么装法，不要随便到处装那么多，到时候维修啊干嘛？像监控其实多浪费，一样。你确定一下咯，跟他们像确定一下咯。那确定一下，如果白总说是没问题，如果不是白总说的，最好是现场商量，因为没必要。就是没必要装那么多。多少钱呢？你买这东西就是如果同个牌子，你对比自营的就才有可比性。不同牌子的，那肯定不是自营的就没有可比性。
跑多久了？现在申请批的时候再去找，不知道白总看完要买几套。如果白总说没问题，白总不需要那么多，白总肯定他到时候不批了说，因为你想想6套就7000多块钱，就是几个那里。
The next stop is Airport Terminal 2. Please remember to take all your luggage and personal belongings with you. 下一站是机场2号客运大楼。在离开车厢时，请谨记携带所有私人财物及行李。前往廣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嘅乘客，請繼續乘車嘅。Passengers for Hong Kong Wuhan Macau Bangkok Port, please remain on the bus. 前往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地面运输中心巴士总站。请感应火桥。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请紧握扶手。
經到達機場地面運輸中心，請各位乘客落